继续来看这个台中市政府推动人行道甲道路改善的计划，针对潭子雅潭路的2段甲3段来进行道路烫平的计划。雅潭路3段的人行道嘛要做伙来拓宽，同时要来成功线，要甲电缆线地下化。整个改善的工程需要经费1亿1000多万，按算年底来完成。 车路补新的点啊，甲延保新补的路面，甲旧的路面关系有差，坎坷坷拢无平。对着这款路，骑车的人上艰苦。即马台中市政府推动人行道甲道路的改善计划。雅潭路已经年久失修，非常的破旧哈。那不止道路路面不好，它旁边的人行道也破损不堪。 市府针对潭子区雅潭路2段甲3段进行道路的烫平计划，总长度差不多是2120公尺。毋但路要甲挖落平，雅潭路3段人行道嘛要拓宽，为2.2米拓宽到3米。也把附近道路经过的这个天空的电缆也把它地下化，因此整个经费高达1亿1300万左右。整个工程顺利的话，预计年底前可以完成。 整个改善工程估计年底就会使完成，工程经费差不多1亿1000几万，其中内政部补助差不多是9000几万。市政府积极甲中央争取经费，将这路要甲铺好、铺好平，好用路人，不管是驶车还是骑车的，因为路面较平，嘛较袂发生车祸。 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